下来继续来看台南玉井图书馆有一场展览会，展示馆也为艺术家的画作甲毛笔字。乡亲来到图书馆，除了借册看册之外，阁会当欣赏到在地艺术家的作品。 台南玉井区公所为着推广区内艺术文化，鼓励在地艺术家创作和分享。伫玉井图书馆办理社区营造成果展，嘛推出人文玉井艺术响应特展，邀请真侪艺术家来分享家己的作品。有书有画啦，吼，阮所提供的是书法，这书法这作品内底吼，内底行书、草书、隶书啊、篆书，逐项拢总有啦。 会使看到有写真侪各种字体书法，其中有一幅图和书法的对联顶悬有写到玉井的地理、人文、宗教、农产等等的特色。其实阮玉井区在地人文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们整个那个98年的一个历史事件的严格，那个咱家己有在地玉井的老屋其实都很多有艺文的东西都可以呈现出来。玉井区公所表示，人文玉井艺术响应特展会伫图书馆展到11月底，欢迎民众拢会当来图书馆参观。